呢個樓盤高峰期賣到2萬蚊一平方，而家清盤價只需要8888，一線嘅旗杆河景下非常之靚，而且係專梯專戶小高層。有興趣嘅朋友跟我鏡頭一齊上睇睇。呢個景夠晒靚吧？呢度係12層高嘅，而家喺4樓單位下，望出去景觀都非常之舒服嘅。呢度155方南北對流雙陽台嘅4房學，呢個客廳開間都有4.5米嘅開間，非常之舒服嘅。而家跟住鏡頭一齊去睇睇。位置送埋俾你嘅嚇，專梯入戶，而家清盤價8888一平方，一線方景房客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，可以評論區私信我發資料俾你。